后来继续来看咱的国内3间研发疫苗的药厂，目前拢申请要来进入到第2期临床的试验。也毋过政府原定的奖励机制，要伫12月底展开试验，才有3亿的补助。即卖12月底就要到咯，3间疫苗厂拢也未正式来展开着试验，恐惊这3亿的补助摕袂到咯。另外，英国来证实有南非的新毒株传入去英国。加在无来提升到致死率，所以无需要伤过担心。国内的感染科的医师讲，这个病毒来变种，会变成一种的常态。新冠病毒毋若搞怪，检测时嘛真歹确定，即马佫有突变。英国证实讲，有南非的新病毒株传入英国，就惊讲安尼变来变去，会互这个预防社失去保护力。病毒会变异，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而且也是我们可以预期的。现在最担心的是，会不会出现这种躲避疫苗的病毒株？一旦出现的话，你变成疫苗要重做，那就非常麻烦了。加在目前，这个南非的新病毒株疫苗依然有效，美国、英国嘛继续伫做。来看台湾3间国产疫苗进度超够济，本来政府为了要鼓励有设这个疫苗奖励金，今年8月底进行展开第1期临床试验，就使领代表2亿。12月底进行展开第2期，会使领3亿，也毋过剩5天尔，3间拢无进入到第2期，进度差1站。已经在11月9号已经送出审查，那但是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安全性的资料全部补齐以后，再正式进入到临床2期。在1月实施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得到大概打8折的一个补助。目前联合甲国公拢已经送件，也毋过因为资料有欠，爱补件。有关高端疫苗最近才送2期计划书，要你等待审核。也毋过厂商强调讲，2期受测者来源要算有够，会拼明年年中摕到紧急授权生产疫苗。